罗西亚总统普京宣布暂停核武器管制条约，北约的秘书长批评普京小想要把战场发展做第三届世界大战。咱的外交部长吴钊说，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去美国参加台美高层国安对话，和美国的官员闭门会谈7点钟。中国伫咧60间企业做试验，1礼拜休3天，员工认为身体状况较好，公司的营收嘛比过去增加3.5%。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罗西亚总统普京昨下晡时发表一场要2点钟的国情演讲，宣布暂停甲美国签议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这项条约是目前美国甲罗西亚之间唯一一条会当限制核武器的协议，目的就是要限制双方部署核武器的数量。不过，即马普京是宣布要暂停协议，佮讲有可能会恢复核武器试验，互全世界是拢真烦恼，讲可能要开始拍核武器战争啊！安尼全世界就气了了啊！罗西亚这款行为，普京曾竟然是讲这拢是后面逼伊的。美国总统拜登佮强调讲会挺乌克兰到底，罗西亚绝对袂赢。也就是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是批评普京小想要把战况发展做第三届世界大战。过几个俄乌战争特别满一冬，俄罗斯总统普京伫伊发表国情咨文演讲的时阵，宣布暂停甲美国协议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 New START， 佮表示有必要时阵有可能恢复核武测试。В том числе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в США идет разработка новых типов ядерных боеприпасов. Та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есть. В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и Росатом должн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готовность к испыт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Первыми мы, разумеется,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не будем. Но если США проведут испытания, то и мы проведем. New START 是美国甲俄罗斯双方唯一个限制核武规范的协议，目的伫限制双方核武的数量。俄罗斯外交部强调，伫条约的有效期限2026年到期之前，有关的遵守核弹头数量的限制。普京伫演讲内底，依然强调军事行动的正当性，批评欧美国家利用乌克兰冲突对俄罗斯做制裁，是要结束甲俄罗斯的关系。嘛认为西方国家的制裁无成功，对此美国总统拜登是甲普京化为交战，伊伫波兰发表演讲，表示继续坚定支援乌克兰，而且强化北约组织的东边防线，伫1礼拜以来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1 year ago, the world was bracing for the fall of Kyiv. Well, I just come from a visit to Kyiv, and I can report Kyiv stands strong. 北约组织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伫甲欧盟甲乌克兰的三方会谈内底，批评普京的决定是要向第三届世界大战发展。As he made clear today, he is preparing for more war. We are also increasingly concerned that China may be planning to provide lethal support for Russia's war. Putin must not win. That would show that aggression works and force is rewarded.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就呼吁美国甲俄罗斯爱恢复全面履行条约，认为无核武限制世界会更加危险甲无稳定。而欧盟是表示会召开各国国防部长的会议，讨论更加具体的应对方案。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英。罗西亚总统普京放调要恢复核试验，北韩嘛一直咧开发新的核武器，这实在真恐怖。咱人类家己造成的世界毁灭，无的确是比天灾搁较严重。咱来看边啊，这张地图，这有彩色的拢是有核子炸弹的国家。目前战争增加起掠，讲的罗西亚是有被挖6000粒是上界多。第二是美国有5400多粒，其他亲像英国、法国甲中国的数量嘛拢袂少。伫咧美国，都有一个科学团体，伫咧76年前设计一个末日时钟，顶头的12点就代表末日。根据气候变迁、战争等等的大代志，会去调整顶头的时间。即阵这末日时钟是剩分半钟，就要到12点啊，是有史以来离末日上接近的一届。这个目的就是要警告大众，莫阁假小，若是用核子炸弹去战争，世界末日就到啊！拍开时钟的报幕，分针是指半暝11点58分30秒，而代表世界上尾一天的半暝，敢若剩1分30秒，是1947年设立以来上晚半暝的纪录。伫后壁记者会内面来参加的原子能科学家公布，这个组织的代表拢做伙来批评俄罗斯是造成人类面对核武大战毁灭飞机的原因。
Russia's thinly veiled threats to use nuclear weapons remind the world that escalation of the conflict by accident, intention, or miscalculation is a terrible risk. The possibilities that the conflict could spin out of anyone's control remains high. 伫冷战高峰期设立的上尾一天的时钟，76冬来离半暝上远的时阵是1991年进前苏联解体17分，伫今年进前上近的是2020年离100秒。伊当阵的理由是气候的变迁有可能引起各种严重的天灾。对今年，佮对半暝活过去10秒，俄罗斯正做西方国家政府和学者批评的目标。不过，同款是美国人的西北大学的政治学者是指出讲，要互俄乌战争量早结束来降低冲突，也是要支持乌克兰的军事力量，互西方国家唔知影要安怎较好。If the U.S. and others weren't providing weapons to the government of Ukraine, the country would have collapsed long before now. And American weapons, European weapons are enhancing the war for sure. 除了俄乌战争，学者嘛讲到其他的因素，亲像美俄核武管制条约，未来是充满无确定性。另外，无受到条约管的中国、伊朗和北韩，嘛拢继续在研发含累积核武。那台海的局势升温，或者是中东和朝鲜半岛爆发冲突，同款可能造成核武战争这种毁灭性的结果。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中国最近是咧传讲菱角散是对付新冠肺炎真有效，有一大堆中国人走去日本甲会扫了了。不过，这寡药厂是强调讲，菱角散只是对牙后无爽快较有效果，这是无治疗的效果。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因为晶片出口量大减4成4。天然气这寡能源的价格阁一直在增加，南韩最近贸易倒贴的金额是过去的3.3倍。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家后本地就真好野，将伊是穿一些名牌，价值大票2万块的衬托去接囡仔下课，引起关注。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波兰伫咧这届战争当中真挺乌克兰，这届拜登嘛是对波兰入兵乌克兰的。显示讲，波兰伫咧这场战争当中占真重要的角色。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总统拜登昨伫咧波兰的首都华沙发表演说，伊指出，伊嘛呼吁世界同齐防卫乌克兰，佮谴责罗西亚这款使人冤魂的罪行。来看咱台湾的外交关系，台美高层国安对话昨伫咧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举办。外交部长吴钊燮、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驻美代表萧美琴拢有出席。美方的官员是派副国务卿雪曼、北京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等人，双方闭门会谈7点钟。对媒体镜头下手小将门，外交部长吴钊燮。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2日出现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参加美台高层国安对会。美国出席官员有副国务卿雪曼、北京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国务院亚太组钦康达、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等人出席。那闭门会谈有7点钟，也毋过台美双方拢无对此作出回应。媒体报道，外交部部长跟国安会秘书长在华府 AIT 总部会谈的新闻外交部没有评论。以往我们尽量是对外不公布了，事后说明，所以这个是跟以前有一点不同。希望加强跟台湾的关系，也做给他们看，做给一般老百姓看。当然，最主要我想也是做给中国大陆看。前外交部长张建仁表示，台美国层对会有真侪年啊，即摆无相比和媒体翕到画面，确实是甲以前无同。那即马时机敏感，除了美中间谍气球事件，也有中期机长麦卡锡访台等议题，专家分析，这显示美国有意凸显甲台湾沟通管道精神。像特别接近 AIT 主席的北京驻金主任罗森伯格也亲自甲台湾高层会面，除了国安议题，也有可能谈论总统蔡英文的访问美国的计划。因为假设有访美的行程，可能这个相关的一些程序一些或是后续引起的一些可能一些影响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也毋过，前立委蔡正元最近转发美国媒体言论，指出美国总统拜登有毁灭台湾的计划。美国在台协会回应指出，拜登总统当年亲自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佮继续坚定遵守到底，包括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等对台湾的约束真坚定。外交部也补贴消息来源，完全无查证，绝对毋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中南美洲相接，有真侪移民拢会对交界入境，这是互美国的地方政府真头壳疼。所以讲，德州甲佛州都甲移民拢再去等伫咧纽约，毋过即摆纽约嘛已经无所在来收容即寡难民啊。所以市政府就利用免费的车票，鼓励移民去其他城市，也是其他国家，亲像是加拿大。大家所在地方政府拢安尼提来提去，即摆加拿大边境的魁北克省嘛开始无欢喜，要求因的中央政府甲入境的路线封起来。纽约上无用的港务局巴士总站最近出现真侪欺骗，领免费车票被前往美加边境。It's hard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ven more difficult to get by once you're here. 萨拉马去年6月为美巴边境进入美国，后来到纽约，有关地想要伫纽约讨生活，也毋过加拿大工作文件就等到毋知什么时阵，最后也是选择前往加拿大。But I am 100% grateful to New York because the city provided free housing and free food. But I am a bit sad that I didn't achieve my American dream. 提供免费车票的都是纽约市府。进前，德州甲佛州因为不满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陆续将大量的移民送到纽约，到达已经有4万多人。结果，原先对移民友善的纽约也感受到受用的压力，开始用免费车票鼓励移民前往加拿大还是其他城市。I search the better life. I search for safety. Search to work. Excellent work. 这种做法也引起政治社会的注意，也毋过市长亚当斯强调，无强迫移民离开，只是协助有需要的人。那移民上巴士了后，经过6点钟车停，佮转车就会到边境，佮为罗克圣母路进入加拿大。罗克圣母路毋是正式的检查站，无详细经历，所以较好入境。去年就有4万名移民为遮进入魁北克省。Canada is good. It's a good country. We want to live there more than here. 不过最近魁北克省长一直强调移民人数增加，当地已经被砍利，伊要求联邦政府关掉罗克圣母路的过境点，移民的加拿大梦恐惊也有变化。公司新闻陈冠玲编译。来看同年期叙利亚大地震目前的状况，当地死亡的人数是已经增加到47000人，有不少囡仔正做孤儿。咱之前捌报道过，有一个伫咧涂骹底出事，连肚仔大都也未搞断的红婴仔，伊即摆是已经健康出院，交互因阿姨请养。另外，地震倒落的厝壳，即摆是变做几落百万栋的废土角，根本就找无所在通好囥。毋过，若无刷走，佮无所在通好互灾民顶建，这拢是目前灾区上大的困境。一家人为伫咧这细汉婴仔身躯边，一直甲伊动。土耳其甲叙利亚强烈地震，疯救出来这个查某婴仔，毋若顺利来出院，也正式由阿姨一家人来收养，准备甲6个表兄弟姊妹斗阵来生活。وهي صارت يعني وحدة من أولادي يعني بنت لإلي يعني ما مميزة هي من أولادي。阿弗拉的爸母甲4个兄弟姊妹拢伫地震中不幸来死亡，伊用发现时身躯也连着肚仔大。尽管进前传出真侪人有意愿要来领养阿弗拉，最终由交由伊阿姨来请养，并且用伊老母的名来号名，已经是真重大。不过阿姨一家人相关住伫个叙利亚东灾区阿勒颇，即阵厝已经倒去啊，未来因一家人的日子啊真歹过。أنا انعرض علي كثير إنه أطلع برا البلد وكذا ما أنا رفضت خلاص أبوها وأمها ماتوا هون بسوريا راح نبقى بسوريا معها。土耳其安塔基亚灾区的破砖仔顶面是挂着真侪红色的鸡龟仔，用来纪念灾难中死亡的囡仔。而这侪厝倒来留落来，几若百万栋的阿门土架，也找无会使集中放的所在，恐惊也有环境污染的问题。只不过政府即阵头壳更较听的问题是，要安怎来安置大量的灾民。总统埃尔多安进前表示，3月起要开始来重建大约20万户厝体，因为若是无厝通住，住伫布棚，这也毋是办法。公视新闻杨干编译。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即阵竟然是可欢，这运河水位拢已经低到船也无法度驶。
另外，法国欠水情形嘛真严重，已经有31天无落雨，这是这60年来上介久的一届。加上军地旧年就已经可旱，欠水量无介济，农民的生活已经强要出问题。威尼斯运河水位实在伤低，以早真受到观光客介意的水上游览行程，即马煞看到运河变作落光的大街，厝的地基捅出来，船只卡伫苦旱的河床，也造成贡多拉水上客运车甲救护车无法度运行。这种情况已经继续几啊礼拜。这个单位阿尔卑斯山落水量无到往年的一半，落雨量也不足。北部的加尔达湖水位降到历史新低，乌上一座圣比亚吉奥小岛。即马出现一条小路。Abito qui da 18 anni e non l'ho mai visto così basso il lago. Cioè di solito arrivavo qua con la barca, invece questa volta si va a piedi. È abbastanza brutto, diciamo. Speriamo un po' di pioggia in più. 西澳目前有一个高气压达到，已经滞留大约15天，造成气温升悬，无啥会落雨。根据上新的气象预报，未来几天有一个气旋划近，有希望带来落雨。意大利环团环境联盟表示，意大利的河流湖壁出现欠水危机，上长河流保护为西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流往亚得里亚海，即马水量甲往年同期比减少61%。烦恼去年7月造就70年来上严重的苦旱的危机会阁发生，伊当时保护进入紧急状态。这个区的农产量占意大利的1/3。那伫法国已经有31天无明显落雨的苦旱记录。气象局立意表示，自1959年有记录起来，冬季无雨天数是以前毋捌看过。去年因为严重苦旱、雨水不足的危机，今嘛更加互人烦恼。西南部大约有1000位的农民上街抗议，要求储水灌溉。Et là, nous est proposé des baisses autour de 20-30% des volumes, qui sont catastrophiques pour notre agriculture locale. 通常冬季是靠落雨量来补充地下水的关键时期，不过自1月2日以来，法国全境逐天落雨量无到1毫米，甲2020年的春天的记录是差不多。公司新闻黄文廉编译。对上班族来讲，上界期待就是拜五，因为隔天就是拜6礼拜要休2天啊。这世界各国休2天是已经真数常，不过若是甲你讲以后要改1礼拜休3天，薪水嘛无甲你减，心路当然是欢喜噶。不过这头家是绝对袂接受的，因为惊讲收入会减少。不过英国非盈利机构去年6月到12月，伫咧60间英国企业3000个员工做测试，1礼拜休3天。不过这间公司的营收竟然是比过去增加3.5%，这是虾米原理呢？有参加测验的员工就表示，因为上班的日子较少，有感觉讲家己的身体状况较好。有39%的人认为讲这工课压力较轻，安尼上班都袂遐野先，所以做事的效率得大大提升。这半年来，这寡企业的营收颠倒是比过去提升35%。体验过1礼拜休3天的员工就表示讲，真介意这款上班的模式。甚至还有人表示，就算甲起薪水，伊嘛无想要转去过迄款，干来当休拜6礼拜2天的日子。对比起来，到倒病才到安静辞职，人类伫疫情前后对工课的心态出现真大的转变。英国有非营利组织和剑桥大学和美国的研究单位合作，去年6月到12月是做全球上大规模的1礼拜休3天的实验，拢总有超过60间英国的企业要3000个员工参加试验，薪水无减，但是1礼拜只需要做工课4天，结果安怎呢？Our turnover stayed, it was actually 102%, so despite the fact we were working reduced hours, and it is reduced hours, it's not more hours in fewer days, we actually managed to increase our turnover, our sickness levels, the absenteeism over that period dropped by 66%. 另外，员工整体的健康嘛有明显的改善，感受压力和感觉疲劳的状况减少啊，困眠嘛变好。90%外的公司拢讲会继续用这个政策。Because the thing we were most concerned about was this idea that would people become more tired and more stressed because they were trying to compress their hours, and that's not been the case. 兰卡斯特嘛讲，当然公司嘛有做一寡系统顶悬的 update 和准备，来帮助增加员工做工课的效率。上主要的就是和客户之间的沟通。公司伫咧实施1礼拜休3天进前，拢有先和客户讲，后壁客户对因的表现嘛是同款满意，合作嘛无出现啥物无爽快。有学者认为讲，关于1礼拜休3天的企业，更较会当成人来遮找头路。
very soon, the organisations that are advertising jobs as old 5-day-a-week jobs just aren't going to get the best talent applying. So once we get to that tipping point, it's not a question of whether companies want to be in this new movement. It's a question if they're not in this movement, they're just not going to get the employees they need. 专家建议讲，为着因应一礼拜休3天，每一间公司拢有无同的应对的办法。若袂当全部的员工拢休拜5，会当用轮班的方式。某公司是采取每礼拜上班5天，但是减少逐天的工时到6点钟尔，维持员工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就是未来的趋势。公司新闻周如平编译。英国的凯特王妃顶一日去老人安养院陪时段开讲，而且伊阁按算要煎饼予老大人食，想袂到竟然是全家炒火搭。凯特王妃就讲声笑讲，这是创案示范，互现场的气氛真快乐。一向真亲民众的英国凯特王妃拜二煎饼节即天，造访英格兰一间老人安养中心，和时大人来开讲。煎饼节是对基督教的传统来的，甲打大约400年的历史。现场特别安排予凯特等伊的厨艺煎饼，予时大人食。伊认真甲总铺师请教煮食的技巧，甲伊阁倒入去鼎内，阁表演甲饼对空中ฮ็，但是整出来的饼缩高复复。Definitely big. All the ones that were made earlier are much nicer than this one. I'm sorry, I haven't done you justice. 凯特嘛较紧，家己笑家己，讲伊做的是错误的示范，但是现场气氛真好，敢若无人会去批评王妃的饼可能袂当食。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加拿大有一搭1960年代起的地下碉堡，是按算当初要安置政府部门的。虽然即马已经改做博物馆啊，不过最近是有愈来愈侪民众关心这搭敢有避难的功能，要事先找讲若发生战争会当避的所在。伫渥太华郊区的冷战博物馆，外表看起来无啥物特别，但是入去内面了后，通过这条真宽的隧道，内面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拢总有地下4层的建筑，灶骹、用餐区、去核污染的设施、政府办公室、医疗中心拢有，当然嘛有紧急广播的所在。So this is the room that emergency communications would have went across the country during a nuclear attack, and we have an example here.这个冷战博物馆本地是一座地下碉堡，是加拿大政府伫1959年到1961年之间，因应美苏冷战和后来古巴飞弹飞机和全球差一点发生核战所设的。政府部门会当临时安搭伫遮，会当底500个人，运作期间啊，确保会当提供维持30天的食物件。A lot of the planning in Canada was based on the presumption that our main threat was going to be radioactive fallout, and not necessarily direct hits on Canadian cities, although we had expected that there would be some. 俄乌战争爆发了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摆拢暗示可能动用核武。即马个单方面讲要停新减战略武器条约，核战飞机庆关，真侪民众关心这个冷战博物馆敢会用到。With the war in Ukraine and the nuclear threats that are going from Putin, people are sort of like, would this become operational again? You know, do we have anything else like this? So those are the type of questions you get asked. 历史学家估计，加拿大在冷战的期间，有2000个政府也是民间设计的地下防空设施，数量比美国和欧洲减真多。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